咁到屬猴嘅朋友啦，屬猴咧佢今年有一粒星咧就係驛馬星啦，我又係覺得係好壞參半嘅。當佢嚟到喺你嘅生肖嘅時候咧，佢就講你要四出頻撲。咁如果你本身做嗰個行業啦，或者你做嗰個 post 係有關聯性嘅話，就會更加好。例如你一定要見客嘅，咁即係基本上你每日都要去 travel 嘅，咁就好好啦。咁但係唔好嘅位喺邊啊？如果我長年出差，頻頻撲撲啊各樣嘢咧，其實你個人咧都會好攰嘅，你會發現成日自己一個人，因為你去做嘢嘅話，你唔可能一家大細去噶嘛。咁所以咧係容易喺情緒上面咧低落少少嘅。咁佢除咗呢粒星之外咧，仲有文昌星啦。因為文昌星咧，佢主咗係同文字啦、書寫啦、工作呢類有關嘅，都係幫手考試嘅一粒星嚟嘅。需要專業牌照工作嘅一啲職業咧，其實今年咧都係你哋考牌啦、進修啦一啲好好嘅時候嚟嘅，甚至乎你去讀書都係一個時間點嚟嘅。咁所以屬猴嘅朋友今年最緊要係注意一啲交通上嘅問題同埋安排啦。出入搭飛機嗰啲真係買份保險啊，你成日都要坐，可能 delay 真係好麻煩嘅。咁亦都要注意外遊嘅時候嘅人身安全啦，各樣嘢咁樣咯。